안녕하세요，我係泡菜啊，好耐冇見。今日同朋友仔傾偈，被問到一個問題就係，如果朋友同你反面，有冇可能再做返朋友？我其實可以好坦白咁答你，冇可能。無論以前嘅感情有幾好都好啦，就好似一塊玻璃咁，一旦反咗面之後呢，碎咗硬黐翻，其實都有條裂痕。你諗下，一個人啊咁同你反面啊，其實佢啊一早啊已經做好咗一個以後就算唔再見都冇問題嘅心理準備。呢個人根本冇將你嘅感情當一回事，佢選擇咗要證明同你係唔同一路人。你話一個曾經故意傷害過你嘅人，佢仲有冇資格可以企喺你身邊啊？所以我哋要學識及時止損。面對一啲已經反咗面嘅人嘅話呢，我哋就應該瀟灑咁樣放手，因為一個真正嘅朋友係唔會忍心你受傷害嘅，而傷害過你嘅人永遠都唔值得你再俾第二次機會佢，因為可能佢會有第二、第三、第四次。你哋又覺得點睇啊？評論區留言俾我啊！